来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有消防员涉嫌偷用公家电出租着电动车来赚外路啊！共有2个消防员，一个是小队长，一个是队员，公家来买4台的电动车，以1个月600块，甲分队来租停车位，啊4台车就拢伫个分队来充电，再搁甲车来租人，租一届是赚6000块，偷用电的时间已经1年半。消防队调查了后，甲因记告调职，嘛甲案件送地检署侦办。4台电动车停伫咧公园的地下停车场充电，看起来无啥。不过无停伫咧这时，都有车主甲车停入去消防分队停车场充免钱的电。有同仁和干部一起投资啊，还拿3台、4台特斯拉，跟外面租车业者合作，租给一般民众做共享汽车的生意。就停在新厅舍地下室，偶尔还会一次3辆同时充电，用公家的电做自己的生意啊！连民众取车都去消防队取，我是没有看过这么离谱的。2名消防员在分队以1个月600元承租地下的停车位，接着呢把4台电动车轮流开到这，用公家的电充电。车主是新北市消防局第1救灾救护大队姓李的小队长和姓罗的消防人员，两人同齐贷款买4台电动车，利用出勤和休困的时间，停车位轮流停，刷头充电，甲车充好饱，佮甲车租给民众，出租一摆上少赚6000。队长偷充电的行为应该有2年半时间，姓罗的消防人员嘛应该偷充半年呀。然后调查属实，并该上述同仁记1大过1小过的处分，并调整单位。偷用电姓李的小队长带过特殊队，长要10多年的时间，捌上节目分享搜救的过程。不过13年前，因为抢救在落救助内底工人进行切割救灾时，互工人烧烫伤，红判国赔412万。这摆互调查出偷用公家电充电动车，出租赚外路卡。敢是因为欠钱，才上空上芳？检方卖继续调查，将规尾卖替家己行为付出代价。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